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2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8篇，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第2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的上顶。今礼拜咱读经的焦点放伫约瑟的身上。昨昏伫主日的经文创世纪44章第3节到11节的记载，咱来看到伊对伊的阿兄迄种接纳甲赦免，因为伊伫伊所经历的苦难的中间，看见到上帝的荣耀甲旨意。伫今日的经文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，咱会看到另外一个认罪甲赦免的记载，就是以色甲雅各兄弟中间的互动。雅各挡袂牢伊的阿舅的欺压甲欺骗了后，就决定开家口来搬倒转来伫故乡。但是伊所要拄到的第一个问题困难，就是当初时受到伊的欺骗，失去大囝名分甲祝福的阿兄以扫。今日的经文记载这段精彩的故事，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。雅各看见以扫带着400人来，就甲囡仔分开，交互利亚、利结甲两个细姨。伊叫两个细姨甲伊的囝行伫头前，利亚甲伊的囝对利结甲约瑟后。雅各亲自行伫因的头前，行近伊阿兄的时阵，连续7摆来拍败伫地上。以扫走来迎接伊，来甲伊抱咧，来亲。两个人拢哭，以扫看四周围，看到妇人人甲囡仔，就问讲：甲你同行这个人是甚物人？雅各讲：这个囡仔是上帝赏赐互你仆人的。讲了后，两个女婢甲因的囡仔进前来拜，利亚甲伊的囡仔进前来拜，落尾约瑟甲利结也进前来拜。意思讲，我拄着迄阵情形是要做甚物？雅各讲是望对我的主得到恩典。意思讲，小弟啊，我已经有够济啊，你留地。雅各讲毋通安尼，我对你得到恩典，请你着接受我的怜悯，你欢喜接纳我。我看到你的面，亲像看见上帝的面，请接受我带来，互你的怜悯，因为上帝恩待我，互我逐项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拜托，以扫就接受。以扫讲：咱来去，我做头前带路。雅各对伊讲：我的主，你知这个囡仔甲羊嘛拄生，规日拢伫赶路，规群羊拢会死。请我的主先行，你的仆人随后。前生甲囡仔会当行偌紧，阮就行偌紧。我会到伫以东我的主遐。意思讲，若是安尼，我留一寡我的人甲你做阵。雅各讲：千万毋通，我的主对我已经有够好啦。迄日以扫出发，照原路倒转去以东。雅各行到伫苏格，伫遐为着家己起厝，着精心搭草料啊。伊甲迄所在名叫做苏格。这个故事中间两个人物拢无简单，因画出的是上帝的荣耀。因为一个是暗头认罪，虽然伊原阁有一寡这种计谋，
另外是一个更较值得尊重，就是以色的宽容。伊虽然无有大囝的名分，却活出大囝名分中间上帝的荣耀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29、26节，这段的教导捌引起侪的讨论，但是真可惜，多数人无有完整来读这段的圣经，敢若节录前半段就评论保罗是一个男性主义的推崇，无有尊重女性。事实上，保罗的论点是根据当初时的文化甲圣经的记载来讲。伊的重点是伫后面，伊讲因为上帝的形象甲荣耀，查某人是男性的荣耀的象征吼。伊佫讲伫主的内面，查甫人需要妇人人，查某人嘛需要查甫人。圣经安尼记载保罗的话，安尼讲：恁着不时记得我，佫尊叹我传授互恁的教示。恁实在通互我学乐，不过我爱恁明白，逐个查甫人的头是基督，妇人的头，人的头是丈夫，基督的头是上帝。查甫人伫讲强场所祈祷，还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阵，那戴头巾就是侮辱伊的头基督。毋过查某人伫祈祷还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阵，若无戴头巾，是侮辱家己的头。这就是伊的丈夫。这款的妇人人甲头毛互人剃起来的查某人无有甚物差别。查某人若戴头巾，头毛着夹起来。虽然看到天光的头，还是头毛做剪头毛，着做一件小的事，着戴头毛巾。查某人无应该戴头巾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形象甲荣耀。查某人是查甫人的荣耀，因为查甫人毋是对查某人做出来，查某人是对查甫人做出来。查甫人毋是为着查某人做的，毋过查某人是为着查甫人做的。为着天生的缘故，查甫人的头应该戴权威的记号。总是伫主的内面，查甫人需要查某人，查某人也需要查甫人，因为查甫人是查某人做出来，查甫人是通过查某人生的。毋过万物拢是对上帝出来，恁着家己判断。查某人无戴头巾对上帝祈祷有合意啊无？自然的本性教咱，留长头毛是查甫人的见证。毋过查甫人留长头毛是伊的荣耀，因为长头毛是做查某人的野拍。有人爱辩驳，我只有爱长讲。伫咱甲上帝的教会，并无有其他的规矩。查甫人是查甫人的荣耀，亲像上帝共款。那安尼，伊的定位一定真悬，是袂当忽略的荣耀。并且创世纪论到查某人受造的是安尼讲：查某人要成做帮赞者，帮赞者的地位通常拢是比较较悬。比较较重要的地位。诗篇38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受气责备阮，毋通发大受气责罚阮。你的钱射入阮的身躯，你的手重重车阮。你的受气，互阮的身躯无一位健全。阮的罪通互阮的骨头无一支好好。我的下骨塌起来，超过我的头壳，真像重担，互我袂起。因为有我滴到空喙，搁烂搁臭，我互罪世甲拢洗落去。规日行来行去，害惨。我的腰亲像火跌倒，我的身躯无甲一位健全。我受
切伤规身躯拢麻痹，我的心苦痛，大声哀喊惨。主啊，我的心愿你拢知，我的吐气嘛无对你暗捌，我的心噗噗跳，气力衰无，连我的目睭也拢无神。我的朋友同伴因为我的歹镜头拢闪开，我的亲人嘛拢闪远远。笑想我的性命人失落网，要加害我的人恶毒的讲恶毒的话，规日在设计诡计的阴谋。我亲像臭耳人袂听见，亲像下狗袂讲话。我亲像无听见的人，有喙嘛无法度答辩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上帝，求你应答我。我要讲，求你毋通互因对我开口。我的骹踏脱的时，毋通互因对我看摇，因为我险也要跋倒，我的苦痛不时也来填我。我要认我的罪恶，为了我的罪忧闷，我的对敌强各勇。无缘无故怨负我的人加添真济，用歹报好的人甲我做对头，因为我追求良善。上主啊，毋通放杀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毋通离开我远远。主我的救主啊，紧来救我！恳求主帮助阮活出见证，透过阮的性命会通彰显主的荣耀，也互阮伫生活中间时刻靠主。尊重无共款性别，特别是妇女的地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